原來咁多人喺呢一度㗎，唔知大家有冇見過有人拎住情感電池呢？奇怪啦，明明頭先感應到呢個地方有好強烈嘅電磁反應㗎喎。竟然有一個卡邦係，唔通你就係散播情感電池嘅幕後黑手？本大爺就係卡邦 Infinity， 我就係因為發現到情感電池嘅強烈反應，所以先嚟呢度開工啫喎。實在太可疑，等我先捉你返去銀河聯邦總部，再慢慢講。抗體下止。嗨，大家好嘛？點解呢度會有兩個卡邦喺度嘅？唔通有特別案件調查緊？實在太興奮啦！不過話說呢度好似充滿住好強烈嘅情緒電磁反應，唔通你哋兩個都係跟隨住呢個反應而嚟到呢度嘅？由今朝開始，我就偵測到呢一個區域有好強烈嘅反應，但係我調查咗一陣之後，都仲未發現到啲咩。照咁睇嚟，呢一啲情緒電磁嘅反應應該係嚟自現場嘅大家嘅喎。咁既然係咁，為咗之後大家熟悉情感電池到底係咩嚟嘅，不如我哋就同大家示範一下佢嘅正確使用方法啦。好啦，咁樣啲觀眾們咧冇辦法幫到呢個宇宙刑事，我諗相信係因為小朋友咧唔清楚咩叫 M。大家記得要通知銀河聯邦啊！咁就不如等大家好好咁記住我哋啦！宇宙刑事卡邦無限。宇宙刑事卡邦冇事到。宇宙刑事卡邦亮光。我哋一定有機會再見㗎，拜拜。